從之前大雨、山泥傾瀉、踢爆僭建事件，同埋宏福苑事件、神棍事件，我認為係某地方嘅陰間掌權者，或者係神，即係上帝藉着惡魔所做。因為聖經有呢啲例子，惡魔從神那裡來，但係鬼上身例子，佢個名叫惡魔。舊約得一宗個案，去到新約四福音書，通街都係鬼，一定係污鬼所做。重點係踢爆鬼嘅性格，躲前踢爆多嘴。聖經有例子，污鬼不停踢爆耶穌基督。我知道你係邊個，耶穌基督一見到就鬧。藉着大雨、山泥傾瀉、踢爆僭建事件，同埋宏福苑事件、神棍事件，因為貪心，仲要無止境咁。神嘅性格，耶和華神嘅性格同耶穌基督嘅性格都好唔同。耶和華神係直接出手，同爭戰有關，忌邪的神，會斬草除根，唔係踢爆。佢要求你嘅嘢係有等級，佢同唔同你講嘢。耶和華神顧念嘅地方，同在嘅地方唔會係咁。同埋耶和華神係非常 details， 佢會逐樣嘢數，包括天上嘅星、地上嘅沙，每個人有幾多頭髮，唔經過神允許，一條都唔可以掉在地上。呢個係神嘅愛，同埋神係完全唔可以亂講嘢，同埋講嘢有次序，重要嘅先講。耶穌基督個性格係表明救恩、神嘅愛、解說天國，成為一個信徒應該有嘅榜樣。但按照神的神聖本質，同父係一樣。禱告方面係有啲即刻發生，或持續發生一段時間。佢叫你做嘅嘢，叫你唔好做嘅嘢，俾你發現嘅嘢，即刻學完要用嘅嘢，係非常非常明顯，有個 sign 喺裏面。而踢爆係有計劃，即係話鬼係一路都知道，先至可以有計劃踢爆。我不嬲都知，佢哋一路都知，因為習慣晒，一個嚟，跟住個個都嚟，然後講，你係咪聽到我講嘢啊？跟住佢表明佢聽到我講嘢。我係有驅趕過污鬼，但我都唔可以干預話佢哋做乜同係邊。踢爆係因為你唔係深角句，驅趕我係要講深角句，係有晒證據噶。神嘅律法係乜嘢？我信上帝，有啲嘢要表明。神嘅律法加發生咗嘅事，聖經將來嘅事加歷代信徒所做咗嘅事。聖經話將來會有一場世界大戰，有幾個國家嘅元首，他們是鬼魔嘅靈。20年前我唔明白，而家乜都明晒，好容易解，非常容易。最難係你唔會信。搭車經過，禮交叉虎，伸個頭出嚟望住我。所以讀聖經唔係讀神學，係讀屬靈爭戰。